真认同佢，专门跟人也係愛啲啊盤嘅改呢。因為啊，阿夫卡原本要愛開 party， 我同我嘅好姊妹盤啊，大家約好13年拿出一瓶菜愛來阿夫卡打鬥士。韓國因為而家就想到啊，來阿夫卡我按你做個變數一下，韓國愛佈置一下，韓國愛盤一就結果乜嘅，故手而家就出現咧當簡單嘅主題本嚟做，就係奉茶。嘿，大家都想到個啊奉茶當簡單啊，就泡一杯奉茶，泡一壺奉茶，不用到幾片盤，大家食就做得咧。唔過我係乜嘢？我係阿權妹呢，故手我愛來用下奉茶做一瓶，大家看到就會哇，就會當其他嘅一片甜點哦。接下來看下我準備按到乜嘅材料。原本我做嘅係珍珠奶茶布丁，故手大家點啊數項也係嘛嘅麼？也按到吉利丁片，啲老闆啊，做果凍啊，也係講做乜嘅奶酪啊，也係講有上市做乜嘅慕斯蛋糕啊、起司蛋糕，全部就會用一種嘅吉利丁哦，韓國有分類嘅，還有按用像塑膠按用一片一片嘅，即係當像塑膠有冇？大家唔好做 T 色攞佢疊貼咯。好，以下就嚟教大家按用嚟處理啊吉利丁哦。首先，我準備冰水，清楚我冰水哦，因為啊吉利丁是得到有溫度嘅水滴度，佢就會完全溶脫。不過我先俾佢軟化啲，更重要嘅事情就係軟化啊，撈水倒落去。我準備2盤嘅鹽鹽嘛，係因為我根本已有2隻分量，等下再同大家講做乜嘅愛分開處理。好，基本嘢啦，阿權妹買嘅吉利丁嘅比例叫小係1:70，1公克比70 cc 嘅液體啊，就係做奶酪嘅比例，精致的吉利丁的比例哦。提醒大家，故說阿權妹我基本嘢差唔多愛做700 cc， 我就用10公克一片，差唔多係2公克。好，故說一片有5片，你就留意剪下細啲啲位哈，剪一下。剪一下，韓國也未強用，剪下細啲啲位。韓國你剪好啊，做唔得就直接按用一貼嘅，攞佢冰落去哦，做唔得按用哦，你要分開來，因為按用但唔會全部粘強下，但會全部都溶脫。好，盡量來一片一片攞佢分開來，做唔得粘到。好，分開來。就攞佢用落去，按用本期煎差唔多5分鐘啊，所有嘅吉利丁片就會軟化。好，接下來呀，細細嘅半片係因為我等下還會來加一種秘密武器，叫做奶酒。故說我還會讓我再個加水，佢牽動嘅長度就會影響到。故說我還會加半片係因為我會多加水分，故說我嘅吉利丁就會再個多加一些嚟哦。用攞佢剪細啲，剪細啲過後攞佢冰落去。好啊，以後啊，因為基本阿權妹阿夫卡冇其他嘅爐嘅啊，做唔得正經拿來煮奶茶。我先用微波爐，撈奶啊小口嘅微波以下冇，我用天火嘅煮，我煮凍久，因為牛奶冷冷，故說做得先用下微波爐，聽數加少一下，韓國撈啊奶茶裏邊嘅糖撈佢溶化體，故說啊差唔多700 cc， 阿權妹會加3.5湯匙嘅糖。因為也係甜點，故說做得較甜一些些咧，1湯匙、2湯匙、3湯匙，好0.5湯匙。好啊，以後你就攞佢攪攪啊，就送到微波爐底度，幫佢先燒一下。好，
刚下面包先比小个牛奶啊，记个面包好食嘅，好了以后就做得冰到安尼天温低度，车接煮。韩国因为泡茶其实唔是爱煮到滚，其实差唔多85度到90度就做得煮了。故说要到时间，你还讲看到牛奶啊顺后又开始这个不破，韩国啊表面上有一些些咧泡通，就表示讲，佢已经有一些些咧滚了，温度又来，用温度又来，你就做得老呀茶包冰落去，好茶包冰落去。好，用就做得老佢本佢煮一下，好小口的客厅呀，茶包全部都有10度牛奶。差唔多1分钟以内就做得了。接下來，人家下浸冰水嘅吉利丁和吉利丁，已經全部軟化體咧，人做得來看一下吉利丁嘅用嘅。好，像呀塑膠台、油脂台咁樣，全部就軟軟嘅，變透明嘅。用拿起來以後，用嘅用腦，軟軟咧就係全部粘起來，韓國用水撈水分粘走，先冰到鴉片哈。等下，老呀茶包拿出来以后，就做得老呀吉利丁片全部就冰落去。好，看一下下嘅茶包做得嘛？看一下油射出来嘅，油射出来以后，就做得来老嘅茶包夹出来。好，下先老呀吉利丁冰转去，粘底度冰比较溶脱。好，下火做得老佢关脱，因为唔是按嗰個温度。好，做得看到吼，呀吉利丁落去一下全部就溶脱了。用就表示講，呀吉利丁已經全部溶到呀粘底度。等下佢冷嘅以後啊，佢就像果凍樣嘅，像果凍樣嘅會結起。好，下就做得準備一隻油呀漸漸好漸漸做一個茶壺。韓國老人呢紅茶冷水，冰落去，好來，嗰邊嘅冰落去，好，也先冰到順湯，好嘅以後你就做得老呀，已經冰好，已經溶脱吉利丁嘅呀冷茶水，然後佢倒到呢乾嘅度方。呀，細細嘅乾嚟啊，低麥從底度就買嘢到等等一下，一粒差唔多係80cc，按照唔得加調檸檬，因為等下還會冰總絲都當個，還會冰珍珠都當個。好，天天嘅落去加落去，好。樣就係呀，紅茶口味嘅做好嘅以後，接下來我做嫩酒口味，嗰時阿喬有準備一杯嫩酒，也差唔多係50到70cc，咁樣攞佢倒到加下嫩度吼，因為其實嫩酒佢係講調酒嘅飯，做得來加咖啡，做得加綠茶，做得加嫩茶，全部就當好食，嫩酒攞佢冰落去。好，恁就倒落去以後，因為剛剛一開始還有在個浸半片，做乜嘅愛個浸半片？因為要個加水分呢，故所就會影響到佢牽動嘅能力，冰落去，咁樣攞佢攪攪啊。好，愛客廳全部溶脱過後，就做得攞佢倒出來。好，再個倒到呢鼻嘅度方，好，用四鼻吼，等下吼，愛冰到冰箱底度，本佢冷一暗步過後啊，就做嚟做裝飾，就會有嫩酒口味，韓國珍珠嫩茶口味嘅布丁了。好，人嘅布丁啊，是愛前一暗步做好，變到冰箱底度冰一暗步，也係愛初本日就已經做好嘅布丁啊，韓國佢已經牽動了，倒落來，好，完全唔會倒出來，就表示講佢已經牽動嘅以後，人就做嚟做蛋糕，愛加嘅東西，愛來調味嘅東西，愛來裝飾嘅東西了。大家聽到想到講，
你爱做呀珍珠奶茶布丁啊，请问你珍珠在哪了？其实啦，爱自家做，没做的爱自家切面团、切粉的，没做的啦。不过阿琼我就知道，汉用实在有一些的太麻烦的。故说呀，汉诺波呀，其实有买呀加少水泡泡啊，就做的是咧冷冻珍珠，冷冻珍珠按用的来用了。之前呀对呀冷冻库啦、冷冻珍珠拿下来以后，然后佢放到温底度，好，放落去以後，就來加少水。其實啦，要浸凍嘅哦，差唔多1分鐘就做得老呀珍珠完全浸到軟化，韓國食起來嘅口度係真嘅要奶哦。因為大家食半天嘅講咗啲嘢。好，生下來還有另外一個嫩酒口味嘅布丁，錯冇？嫩酒口味嘅布丁啊，做得做漢無口用嘅口感變化，阿權我就會清好亂變東西來食。做得拿一絲絲嘅餅誒，烤起啲口味嘅餅誒，然後佢烤到油油，過後放到嘅嫩酒嘅布丁蛋糕，好，放落去台嘅度烘。好，其實不卡就會有嘅一條點心啊，就做得拿來做變化，然後佢烤到脆脆，好。烤脆嘅以後啊，就做得攞佢放到嫩酒口味嘅布丁蛋糕、yellow 蛋糕。其實呀，你係講呀，烤起啲餅嘅啊，你想要攞佢放到奶茶口味嘅做得冇？咩係做得咯？自由變化，看起嚟好哪種口味就做得。好，再個加一些咧，攞佢加奶來。好，用嫩酒口味嘅布丁啊，就做好了。撒落來看一下，啲珍珠有用太忙。哦，看起來就真經從那邊買嘅珍珠奶茶口用全部就變無色了。阿佢我來調試一下，看下嘅口感有真經完全非文盲。有啊，有橋啊，用就做得了，用就做得夾夾攞佢留起來。真見動腔動方便，係帶到那邊嘅人嘅好幫助。就咁樣，然後佢放到啲珍珠奶茶嘅布丁蛋糕，放上去，哦，凍定一下，好，好嘞。用這種小口嘅老乾呢啊，全部攞佢裝飾一下，就做得來開 party 了。用啊，其實好小口誒，用呀，好燉太啊，攞佢燙起來，希望好用鹽先攞佢燙起來就凍定一下哦。我想我嘅姊妹們來睇下，看到呀一定會，哇，佢又做安定一下嘅東西哦，上擺做東西，清對口誒，就係呀種感覺。韓國好做好以後，看起來東西來是困難嘅，因為幾多產業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。七3年，嗰種眼做白邊眼做得來調色一邊，得唔得到上個來食咧？好食，呀珍珠啊，所以有 QQ， 係我有奶茶布丁嘅感覺哦，有豆呢，真係咁好食，當香酥。唔夠好，一下休息一下，聊一下下來，知道，哎呦，我辦 party 嗬，真件懂麻煩，韓國要懂甜明啊，要懂到東西冇真你冇，應該先去休息一下了。哦，真件辦一個 party 用我按麻煩呐，按到東西我這裡按到幾個嘢。